好，今日我哋講下2026年流年命天線入邊見到廉貞天上同宮對宮破軍咧，會有啲咩現象啦？好啊，好啊，快啲講嚟聽下。嗱，咁我哋首先講下廉貞天上坐喺命宮先啦。咁廉貞星咧，下一年咧，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廉貞係化忌，咁咧即係好似雀仔咧就逃出咗個雀籠一樣啦，咁即係放飛自我啦，會好敢去做一啲之前冇去做過嘅嘢，包括一啲踩界犯法嘅嘢。咁再加上邊上咧有一隻流年嘅擎羊，哇，加埋衝動，咁就真係要好小心。同埋因為天上星如果遇到煞忌咧，其實就代表官非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官非就唔一定係會坐監或者上法庭，只要同之前約定唔一樣咧，其實都會產生官非嘅。咁所以呢啲咁嘅組合嘅話就要好小心，加上係好容易因為人際嘅糾紛而造成一啲官非嘅嘢嘅。咁如果係破軍星喺命宮嘅話咧，嗱，破軍星喺命宮嘅話咧，破軍星我哋都之前有講過啦，一個追求夢想嘅將軍嚟嘅，即係好有嗰種衝勁啊，唔聽人講，再加埋一隻羊，咁即係一個好唔聽話、放飛自我嘅一個將軍，咁就要好小心啊！因為佢哋嘅對宮咧，其實就係會係廉貞化忌加天上星喺遷移宮，咁呢啲咁嘅組合嘅人咧，好容易喺出邊同人哋有好多有個人際嘅糾紛之後產生嘅官非，仲有好大機會係會識到一啲壞朋友嘅。咁大家都真係要注意啊！做所有嘢都記得係停一停，諗一諗先。大家如果繼續咧對2026年嘅流年咧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繼續關注住我哋先嘅。幼寫玄學，活學活用，大家記得 follow 我哋啊 like 啊，share 啊，comment。